好，我爸爸最近刚过世。好，我爸前一步嘅张过身。好，我爸前一步嘅张过身。请问我们要怎么办理继承登记？请问我哋要用嘅办理继承登记呢？请问我哋要用嘅办理继承登记呢？请问您有几个兄弟姐妹？有协议好要如何继承吗？请问你有几多个兄弟姐妹？有参详好怎样办来继承吗？请问你有几多个兄弟姐妹？有参详好怎样办来继承吗？是大家平均分配，还是分给部分的人？是大家平均分配，也是讲分本部分嘅人？是大家平均分配，也是讲分本部分嘅人？我们讨论后决定全部给大哥。我哋讨论以后，决定全部分大哥。我哋讨论以后，决定全部分大哥。哇，你们兄弟姐妹真和谐。俗话说，兄弟一条心，门前土地变黄金。哇，兄弟姐妹真好呢。人讲兄弟一条心，门前土地变黄金。哇，兄弟姐妹真好呢。人讲兄弟一条心，门前土地变黄金。很好，那您这需要用分割继承方式办理。这是登记的流程图，也就要用分割继承的方式办理。也是登记的流程图，也就要用分割继承的方式办理。也是登记的流程图，应付文件需要被继承人储户户籍成本，而准备的文件有：被继承人储户户籍成本，而准备的文件有：被继承人储户户籍成本、继承人户籍成本、印鉴证明各一份。继承人户籍成本、印鉴证明各一份。继承人户籍成本、印鉴证明各一份。都在户政事务所申请，都会提户政事务所申请，都会提户政事务所申请。这是土地登记申请书、继承系统表的空白表格，也是土地登记申请书、继承内通表的空白表格，也是土地登记申请书、继承内通表的空白表格。还有这份遗产分割协议书，还有一份遗产分割协议书。还有一份遗产分割协议书，需给全体继承人签名盖印鉴章，而本全体继承人签名赠印鉴章，而本全体继承人签名赠印鉴章。我明白了，我了解了，我了解了。有关遗产税要到国税局申报，有关遗产税要到国税局申报，有关遗产税要到国税局申报。这里有国税局的联络电话，您可以先拨电话询问，也会有国税局的联络电话，你做得先打电话询问，也会有国税局的联络电话，你做得先打电话询问。谢谢。按字 C， 按字 C。资料准备齐全后送来我们这里，资料准备齐全以后送来我哋亚威。资料准备齐全以后，送来我哋亚威。送件后案件审核没问题，5个工作天内就可以来领权状。送件后案件审核没问题，5个工作日内就做得来领权状。送件后案件审核没问题，5个工作日内就做得来领权状。这些资料让您带回去参考，也都资料本人带转去参考，也都资料本人带转去参考。提醒您要在6个月内申办继承登记，不然会被处以罚款哦。提醒要提60日以内申办继承登记，希望会处以罚金哦。提醒要提60日以内申办继承登记，希望会处以罚金哦。我懂了，谢谢你的说明。我知咧，什麼唔嘅上面。我知咧，什麼唔嘅上面。